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看节目，你食饱未？咱台湾话伫咧讲，第一是食，第二穿。咱人食穿是半生成。借问小长头就爱讲食饱未？国情今日照你来讲几句甲食有牵连，嘛甲社会有变迁伫咧牵连的，才是台湾话。头一句咱来讲吼，讲到食就精破遐。这农村时代较接听啦，即马罕得听，因为较早吼，厝里咧生拢5、6个姊妹、7、8个兄弟，所以吼10几个伫咧排列，中昼煮落去一盘肉尔，烧真个。大硬也袂好咧，第二，迄双猪春长长啊，老母就会骂啊，讲到食就精破遐，毋食呢，一人硬一喙啊。到第8，迄个已经剩肉油啊，老爸做事当然煞无通食，无怪有即句话伫咧骂啦。原来有人地方腔口无共款咧讲吼，讲到食钟头甲壳遐，当然啦，即个钟遐就是讲装过去，去弄到头遐安尼。即句话即马吼，现代社会已经足罕得听，因为囝生少嘛，咱老爸老母认真伫咧趁钱，当然嘛望讲大汉的、第二个拢安尼尽量食，毋通小抢，互因食到有够，互因熬大汉，上好吼，食好安尼肥肥白白啊，安尼如何？毋过。红感觉讲真感慨，就是时代的变迁。毋若讲真侪台湾人已经无得听啊，真侪只传统善良的风俗原来有改变啊。因为大汉的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本来摆咧담遐，猪春长长咧硬遐个囡仔，拢已经渐来到中年安尼。即马时代一个无共尔，老爸老母老啊，煞变做讲吼爱食火烤，即个互听着感觉讲吼真毋甘的代志。当然，即句台湾话原来爱特别解说，因为烤就是溜烤啊的烤，啥做食火烤，就国情头拄仔咧讲，大汉的会甲第二个轻分讲，第二个啊，那大兄，今日三十啊，你有注意无？吼，对三十啊，明仔载吼就初一啦，老爸爱去你遐紧来载啦，安尼吼做食火烤，就是讲替论主者奉养父母啦。当然，即马现代专家咧讲老大人。若会当谈家己的庄头、熟悉的所在，渐来老化，迄是上界幸福的代志。若亲像国情安尼讲安尼搬摇摇，无所在通好安养，就爱正月带大汉的遐，2月带第二个遐，3月带第三个遐。人讲吼，饲囝无论饭，饲爸母算长，即个代志看到互我感觉真毋甘啦。